讲到台南府城埔祭店的灯会，逐年拢会伫咧埔祭店的4箍洲啊，才会即个街仔路顶头呢挂上青拍的花灯。这场是由民间发起的花灯。这个灯会呢，这个月月底，因也要去到日本的仙台，除了彰显府城的气氛以外，也有参布地戏团合作，要把这传统文化推杀到国际去。规大片灯海五花杂色水当当，这是埔祭灯会逐当过年的景象。这场白摊真抢眼的花灯无共款，连续12档靠着民间的力量，光彩上灯，一拍一拍的花灯有独特的故事。光细节的灯会嘛，互人对未来有真大愿望。这回店市文化局带头，要伫日本仙台彰显埔祭灯会，用400粒花灯，要互日本人看到台湾古都府城顶眼的传统文化。进前虽然是3、4人前就出去参加遐个展览，但是这届是以阮家己为主题，阮家己去遐布置，阮人员。阮的技工拢会做伙过去。台湾的传统的灯笼是不太一样的，因为这是每一个都是用市民自己就是精心设计哈，自己手绘出来的。仙台也帮我们宣传，他们大家市民是都很期待的。会选伫日本仙台展出，协会指出，因为这是台南的姊妹仔市，也是311当日本大地震海上的大灾区。这阵正当咧豆豆兴起来，因要用花灯表达祝福。另外，伊嘛参布地戏团合作，向人好彩头，甲台湾正港本土的传统艺术，早去日本做交流。布地是台湾的嘛，是一种祝福庆幸，变成吼咱日本啊，甲台湾的这种交流之外，有日本看到真正咱台湾的文化。这个灾后复兴的精神就是民间参与，俺希望普济灯会会当互因知影讲，咱大家拢共款做伙利用一个民间参与方式，互规个地方的这个文化、社会、经济拢会当复振起来。仙台台湾节7月27正式起稿，要连续展出1个月。仙台现场有200粒花灯，要互日本人体验彩绘。到时伫明年埔祭灯会展出，伊要一步一步走向愈在地、愈国际目标。记者李秀台南采访报道。